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针对着年底9合1的大选呢，咱市民新声节目呢陆续邀请到有意要参选的参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政见、理想甲抱负。那么今仔日呢，咱邀请到一位哦，是已经将近20几档，连任5届在咱市县的庄玉珠议员。我们现在来欢迎庄议员，欢迎您。感谢主持人。咱台南之声吼，咱大潭市的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庄玉珠。欢迎庄议员吼，足久无看吼，足欢喜今仔日会当邀请你来到咱节目当中。好，安尼伫个5月7的时阵吼，庄议员已经宣布要正式来参选后一届台南市议员吼，要来选这个南区甲安平区啦吼。那么这件代志呢，咱嘛请议员透过咱的节目呢，向咱的所有的台南乡亲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咱碧纯吼。我做民意代表吼，已经20几档，会当讲是连任5届。结果伫即届上，会当滑铁卢啦吼，我惨败啦吼。对。这家己我嘛是爱去检讨吼。失败绝对有原因的，但是我是对于我即届失败，我有淡薄啊吼，不太甘心啦。不甘心，对不对？真的是不甘心。我没有想到讲会是这种的结局啦吼。但是对于参与政治这条路，我实际上讲吼，我本来是一张白纸。对。我真的是一张白纸吼。我是因为嫁来阮厝家。我的公公是省议员。对。甚至是连任7届的省议员。我进前嘛是一个上班族，佮兼一个家庭主妇，是无唔对的吼。但是后来因为某种的原因，爸爸甲阿嬷希望讲我转来甲阮公公斗帮忙服务处的工课。所以后来我就甲我上班的所在给辞掉了。那依然投入我公公的服务处的工作。伫咧加入这个服务处的上，我心理上的负担足重，我嘛足忐忑，因为我从来唔捌去参与这种的工课，唔捌做政治的工课。对，从来唔捌。我真正坦白讲吼，你讲叫我上班，也真是煮饭，照顾我的家庭，迄是我的专长。是。但是这种我真正，所以我嘛爱感谢阮先生。因为阮先生是从细汉伊的爸爸就是咧做省议员。对啊。所以伊一路行来，伊对这个阮爸爸所担任的这个行业，伊驾轻就熟。阮公公是一个足勤俭的人。伊服务处我请我看阮先生是义务帮忙。我是等于讲是互伊请校长兼公证。是。所以今仔恁2个伫咧服务处。对，阮先生是有当时下班，还是伊休假的时候，伊就来甲我斗协助。所以这个服务处是等于阮咧引导，佮包括有当时阮爸爸一寡好朋友来甲阮斗协助。所以伫服务处这个过程中，我安尼一直看，包括阮公公咧处理服务案件，包括阮公公对家庭，我是在这个机会中，参与近距离的接触。对。进前是敢若看伊对阮来讲很遥远，因为进前我们也没有住一起，后来是因为来参与服务工课，较来看阮爸爸安尼，大家会当讲是整个大白天拢是看伊的互动。对。从中去了解阮爸爸伫咧处理代志，甲伊的为人，在哪一方面，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有会去欣赏的，但是嘛是有的人会嘛是有所批评的，因为一个政治人物无可能拢得到大家人的掌声。对。对。所以伫这部分我会当讲长期在8年中安尼耳濡目染，才了解说什么叫做政治。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有代志会想要来找民意代表帮忙，就是因遇到一寡不公不义的事。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管道去给人做协助，这站的是站，就是找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来给帮忙。
所以迄阵你伫个原本是上班族嘛，吼，家庭主妇，来后来呢，到即个打工的服务处吼，去改做助理来做服务了后，来插入政治吼，8当了，你都决定要来参选吗？这嘛毋是讲我决定啦，不是你决定。其实，伫阮公公的他的观念中，伊感觉政治这条路无好行，所以其实吼，伊当下并无想要希望阮去行政治这条路。是安尼，爸爸是没有希望哈。那因为伊之前他也帮忙过很多人，但是可能这人后来因为理念袂合，所以有人选择来离开。所以阮爸爸周围边一寡伊的好朋友甲支持者，就一直甲伊鼓励讲，为什么咱无爱甲这个资源，放伫你家己的后生新妇的身躯顶？头仔上，阮爸爸嘛相当的犹豫啊，伊感觉讲，伊惊人讲话。因为阮爸爸是一个真的大公无私的人。伊感觉伊长期做民意代表来到遮会7届，为什么会这么侪人甲伊相挺？因为伊就是感觉遮人拢甲伊斗帮忙，伊袂使去自私，但为着伊家己，所以伊望讲，伊会当有足侪人来共享这个政治这个权利。所以伫阮先生差不多在30几年前的时候，阮先生有出来参与一届政治的选举，伫北区的议员。是。结果，我本来拢想讲，阮爸爸应该会大力去甲阮帮忙，互伊选。但是事与愿违，阮爸爸竟然讲叫人忙支持阮先生，我当下很傻眼。对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我想听得都很傻眼。那家己的爸爸家己的囝出来选举，竟然个，所以有迄点的上，我感觉讲，阮爸爸是一个真的是铁面无私的人。所以伊反对的原因是啥物啊？伊感觉讲，伊欠足侪人的情分。迄阵嘛，足侪地方的议员甲伊斗帮忙。伊讲这人甲我帮忙，我今仔佮叫我家己的人出来选，我敢是对这人袂交代志。是。所以，阮爸爸伊咧做代志伊是一个大是大非的人。伊从来不会去想到说，伊当要为伊家己。所以有足侪人到即摆是安那还对伊这尔怀念。我后来才一直知道说，我爸爸真正有伊骄傲的所在。这些喜欢做后辈真的还是要学习的地方。对啊，因为讲到这个民进党算大佬这个蔡介雄就是其实以前我在这个凯旋民主台的时候，他也是算是我的老板。那我们知道他做事真的是很受人尊重啦，尤其伊阵在做这个县议员期间，人家都说他是党外议长。等于讲他很有魄力，然后做事很果断，然后而且他就是说，就像你他要讲这个议员甲我相挺，我哪有可能阮后生要选，我就叫人选阮后生，唔通选相挺我的议员，就是很讲义气啦。对，所以大家其实都很怀念这个蔡介雄，就是前那个省议员，对不对？是。所以最近我因为已经宣布要参选所以有一寡好朋友。会甲我讲什么人，古早嘛是支持咱的，叫我爱搁再倒转去搁去找因去拜托因，甲这个票搁找倒转来。所以前一站有去找一个何大哥，他突然之中去提起讲，伊古早咧读册的时阵，受到阮爸爸的帮忙。伊甲我讲，伊今仔若无因爸爸来找阮公公的时候，伊可能连那个毕业证书。高中的毕业证书都不晓得在哪里，结果人后来发愤图强，伊去考到逢甲大学，所以因许多人到即满念念不忘，一直甲因交代讲，蔡家有人出来选举，我们就要记得去做，去改伊的支持。那我们听得很感动，感觉迄三个人真正是足有情分，到即满许多人搁会去交代因下辈。对啊，这今嘛已经是很难看到的事情了。对，所以这届你要来选咱应该爱为顶一届来讲起啦为什么2018年？咱应该回溯到更前面，2014年其实大家唔知有印象，就是迄个议长选举的风波，这个后续呢造成了很多就是可能政坛的大翻盘等等，都要从这里说起。所以咱为这件代志来讲起，迄个时阵讲你招票，咱即摆可能有一寡观众朋友嘛袂记得，到底迄个代志是安怎发生的？我们请庄议员好好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了。好，
针对8年前这个议长案子哈，其实我只能语重心长啊，说它是一个缺乏民主程序，它没有民主程序。对，我想议长的选举东来某一个筹算的机制，好，之前县市合并的第1届，它就有这样子的处理，但是第2次就缺乏了民主程序。我有同事嘛，你跟我讲，我嘛是尴尬。然后后续又难讲诶，沟通协调又失能，再加上后续的人设，有一些人设的问题啦，哈。我想每一届议长的选举，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沉疴。对，大家想到的就是对价跟金钱的游戏，这是每个市民共同的印象。对，那我因为可能。对于这个，我觉得我有我的坚持。我也不想去说党内的选举去涉入到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个区块，金钱的部分我没有介入。所以人家就认为说，你这边没有，你一定是对方的。用安内方式去搞我这猜测，但实际上。整个司法去介入，我们完全没有。对啊，包括金流对不？嘿，金流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先生在开第1次那个地检的庭的时候，我们的律师帮我们去调阅资料，一个人出来跟阮先生讲，叫伊准备拍冤狱赔偿。冤狱赔偿，冤狱赔偿，去用冤枉的啦。对，阮先生当下很错愕。温先生甲伊的律师讲：“律师你怎么讲这样？但是你看我搁去用羁押，甚至吼，我的账会当讲是天翻地覆安尼搞完调甲安尼。对。显然我去调阅，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调阅，只有律师有资格去调阅这些资料，所以后来去调阅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所以他才很肯定的跟我先生说：你准备打冤狱赔偿。所以后来。整个后续调查，最后法院也还我们清白了。那我们也真的去打冤狱赔偿。我们不是在乎那些钱，我只讲要还给我们，因为人讲清白是政治人物的一个生命嘛，第2个生命嘛，对不对？那法院也还我们清白了，但是实际上派系还是不放过我们，他还是一直认为说我们就是去卖票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是相当的不公平，所以我等一下心里在质问，到底是司法是公平，还是派的较重要的？这个已经是铁铮铮的、活生生的例子，伫迄搭遐。对啊。为什么伊还阁要抹黑？所以讲来讲去，这就是拢党内派系嘛。所以民进党其实长期以来都有这个派系问题啦吼，所以迄一道呢去互质疑招票吼，包括这个陈朝来啊、梁顺发、曾王雅云还有蔡秋兰哈。那后来好像就是说，因为曾王雅云跟蔡秋兰他们就走诉讼方面的这个路线，对不？好啊，所以因迄阵后边嘛是就是也是判他们就是他们是对的啊，对他们都恢复党籍，都恢复党籍吧嘛哈，就是曾王雅云跟蔡秋兰没有错。啊，迄阵你无选择诉讼这条路，因为你顾虑的是，听讲的是因为你顾虑的你的大官传承下来的这个民主，对不对？民主的这个理念嘛，所以你无去行诉讼这条路，结果等到变成讲你都冤枉。对。因为我公公当初是党外人士，包括民进党的成立，也都是在他的手中一路走过来的。一个甚至个担任第1届市党部的筹备主委，是，然后后来再当第1届的主委，市党部的主委，是这个光荣，他们都印在我们蔡家的每一个人的心上。对，所以我今仔日拿来去告民进党。我觉得我于心不忍，因为我现在已经等于是身上都流着民进党的血了。对，哎呀，我过来告伊，兄弟他嘛把他批判，讲你民进党是你公公的手中把它创立起来，你今仔来的，所以有的人私下甲我讲，你嘛做戆的，你就性格较拍算，
但是我真的告不下去，所以最后吃亏的就是我。对，所以你阵就受到你的大官创立这个民进党大佬诶，啊，家己安尼要来伤害民进党，你唔敢？我做不下去，我真的做不下去。所以很多人，有些人骂我说我傻瓜，我说我没有傻瓜，我最坏的打算就是5年条款以后，我去重新申请。对，但是重新申请还是一样，还是被人拦阻，还是把我拒于门外，很可怜呐。安尼即马你敢有感觉家己做戆？有人讲我做戆，有人讲啊，你个个都讲，我跟他们的立场背景是不一样的，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但是因为安尼啦，所以后来心理上一直觉得很委屈，真的很委屈。尤其这些人都想讲，我已经5年条款了，对，应该可以恢复了。啊，每一个人他们讲都出于关心，大家都会甲我问，我想讲1年2个安尼解说，倒不如开个记者会，甲大家讲，把它开诚布公的让人家知道，安尼更加了解也好。所以今妈妈做这样子，我很冤枉，对，我真的非常的冤枉。感觉你委屈的代志，但是问题就是讲，你今妈变做要申请得动嘛，是搁拄到困难，同款嘛是派系问题。对，还是一样派系。对啊，所以这个派系问题，你今妈自己的所在的干嘛讲？你就是觉得，新潮流可能就是为什么他就是一直不让你再回去民进党，是涉及到这个选票的考量吗？最主要是卡到我们李维印先生，真的是李维印先生呐。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民意代表选上了，就是认真去深耕基层嘛，也不用去怕谁出来选嘛，对不对？除非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然选举就是一个公平的机制嘛，大家各自去努力嘛，反而你这样的动作。有个较侪选民，反而去有点也会去认为说，你的心性作恶，真的是容不下别人的选举嘛。选举讲句歹听，到尾就是选票去决定嘛。如果你认为这样去阻挡我，对你是好的话，那我们就去祝福。把你拿那个阻挡我，后来我去当选的话，那我坦白讲啦。你的面子要放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是感觉讲，选举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唔免惊什么人出来选。咱重点是由选民去选以能，选一个真的为地方要做事情，能帮忙选民解决他们的困境，还有能为地方争取更多的建设，这才是一个有能力的民意代表。所以其实针对你有讲到，可能你这届无法度入党，有可能就是吕维印议员的关系，没有错。但是吕维印议员呢，一进节嘛是就是有公开来发表说，这个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一本身嘛不是这个也不是评委啊，或者是中央党部的评委，他没有权审查。你干嘛讲以这种的回应？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对，来，你讲给咱观众朋友听看麦来。为什么不能接受？其实，在市党部的执委，他们应该都是通过了。虽然有少数的争议，也是他们派系的主委，但是主委在当下认为说，这个就少数服从多数嘛。是他们坚持还要再送中央，中央的中评会。不然其实就是讲，咱台南市东部这边处理的会使。对，但是他们执意还要再送中央，对我就是百般严苛的审视啊。那因为中央的中评会目前的成员也是新潮流系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在中央这个部分的开会是连续开了3次，最后还是决定让我以后再加入民进党。所以就是还是没有通过你申请再进入民进党就对了。对，没有。所以你真正就感觉做委屈啦。真的，情何以堪呐？情何以堪？因为咱讲到这改就是最近这一届的这个议长的选举嘛，你有提到说，让这样陈怡贞啊、周丽金他们跑票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们就是只是停权，对不？所以你也干嘛讲民进党和民对的这个是标准不一，对不？这真的是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我们当下还去验指纹，指纹验了叫他公开，也不愿意公开，所以你到现在真正是谁跑票？我觉得这有猫腻嘛，对不对？他们是公开，而且为了8年前的议长选举，我们还有一个林立委还特别去修法。修法来说，以后的议长选举要公开亮票，对，结果还是故事重演嘛，也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深信啊，民进党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党，而且坦白讲，它是有制度跟法规的，什么走到现在，让选民会越来越会。难讲的心生啦，因为你一样的2个事件的议长案，但是你的判决是，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是针对我个人啦，真的是针对我个人。所以你干嘛讲他双重标准？那其实是卡在说你是会跟吕维义议员就是选票会有重叠的问题，才会这样子。他们可能是这样子的认为，是他们这样子的认为。那因为我已经做20几年的议员。其实哪些的票源在哪边，我们心中各有所嘛。那因为蔡家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在地方的这个人脉跟票源。那因为新潮流他们可能因拢是较重形象，然后因是较用花这个选票。我坦白讲啦，可能较无较踏实，所以他们会害怕。其实我讲也不用这样子啦，不需要这样子啦。大家各自努力嘛，对不对？因为最后的选票是选民去决定的嘛。对，他也会看你的表现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因为如果我来当选的话，我也没有适应期啊，我马上就上手了啊。毕竟这做20几年的民意代表了。而且我坦白讲，我也不让利益跟政党去给我绑住。我觉得我去做对的事情，只要对选民、对我们地方的发展有益的话，我绝对会全力以赴。这是我个人做20几年以来的民意代表，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对，好，咱知影讲你20几当来这个服务基站有够踏实的啦所以其实有一些很始终的，就是算粉丝啊你的选民嘛是其实拢做支持你的所以即马呢，民进党方面就是没通过你入党的申请，所以你即马后边就是决定讲我就是无党参选了吗？没有错，我只能以无党去做参选。最主要也是想要找回过去民进党的这个创党精神也要让我们未来的民进党的下一代一起了解，加入民进党，你到底所求是什么？现在人已经把当初民进党的创党精神都忘掉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民进党创党精神是什么清廉、勤政、爱乡土。清廉、勤政、爱乡土。对，这是当初的主要的那个。上介主要的考核所以你感觉讲即马有一寡少年人，因为即马大家有足侪人讲，尤其伫咱台南，你就是只要挂着扛着民进党的牌子，你就当选。所以你是认为说，即马有足侪民进党的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加入民进党当选的几率很高。对，没有错。所以才来加入的吗？对呀，对，有很多现在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想的。只要扛着力气就能当选，就像我现在，他们觉得我没有扛力气，就不好选。对，没有错。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了，但是我是干嘛讲，时事已经走到现在了，我希望用我的真实力，让他们去了解，我可以成为民进党包袱以外的一股清流，我可以去做对的事情，我也值得你们检视，在20几年中，我庄义珠为地方做了哪些事情。这个都值得你们检验的。对，我觉得这个选民自有公断嘛，那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去宣传的人，我们的个性可能是跟我公公比较像，我拢感觉讲这是咱的使命，咱替人做代志，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爱像人安尼敲锣打鼓安尼这嘛是阮比较较弱势的所在，对我们比较不利啊。对，所以可能以后也要去做一个改进啊。真的，
对。啊，所以就是讲，即马好紧的袂当入党啊吼，但是你拄则嘛有讲到，你其实还是最希望讲会当发扬民进党，其实他那刚开始冲动的精神啊，那你对民进党会失望吗？因安尼对待你，当然是很失望，真的很失望。但是我觉得这是人为因素啦，对的是人为因素，派系人为的因素，对派系的因素。那有很多人也在说，为什么没有加入派系？阿颖，我感觉自始至终我都认同美丽岛。我们美丽岛这个派系，虽然已经有点算瓦解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中。那因为派系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啦。因为有时候有派系绑架的话，你嘛等于绑卡绑手，有这些代志，你嘛无法度去做。你就没办法按自己的意志去做。对，要听从派系的这个命令跟指令。但是我说的很坦白一点，未来民进党的潮流就是要有派系，真的要有派系啊！因为你太理想的话，可能你就没办法在这个政党下面生存下去。这是我语重心长的这样子讲，还是要有派系。因为派系就跟咱的后头嘛。咱有艰苦，还是有委屈的心，至少嘛有咱的后头替咱出气。所以嘛是要有派系啊。确实。好，安尼即马你就是无法度入党嘛吼，入民进党变成无党参选啊。但是伫2018年一直到的选举啊，其实讲真的，就是分析起来，可能就是那时候也变成不是民进党来参选，对你的选票有影响对不？迄阵当下真的有影响，而且最后又被人家用黑函抹黑。那个事件哦，那个时候又被，而且连发了2波的黑函。那个黑函讲的内容的，讲你就是跑票，对不对？然后我卖票这个事情。对。其实司法都已经还我们清白了，还这样子的抹黑跟栽赃，我感觉真的是不厚道。没法度啊，当下为了要胜选嘛，什么人的手段都会使出。只是我们始料未及啦，没有想到说在后续，他们用这样子的手段，就是为了胜选嘛。对啊，用黑函。嘛袂赴啊吼，因为选票倒出来，啊，你讲就是自己司法证明自己清白嘛，袂赴。对，袂赴，真正是袂赴啦。所以就那一次，很多人，我后来选完，去到我一个蔡大嫂他们家，以及关好姐妹，在那一次也很支持我。就我去的时候，他们看到我落选，他们都哭呢，我心里很难过。我嘛敢讲，我的家己努力无够。伊讲，哪会要用到这种的手段？我讲，本来党内的派系就是这样子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大家什么手段拢嘛用得出来。对，所以我输了，我们就认赌嘛。人讲愿赌就服输啊。对，所以吼，今嘛变成讲你这届呢也是无党参选吼，你安尼得讲没有民进党这样，大家都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扛棒啊，有选票。你今嘛无迄个扛棒，你感觉讲你后边要选，你好选吗？但是我感觉讲，没有政党的包袱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好处，对不对？对，有好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现在有一个观念也认为说。一言是多其次，他们认为说我要选要做事情的人，愿意付出的人，因为他们不像那个市长跟立委还有总统的选举，那个是单一的，是可能那个政党的色彩会很浓厚，就是政党对决。议员无同款，议员就是讲，我选民需要服务，我找得到你，可能这样子的思维上。他们可能会未来会愿意给无党的个空间，所以无党下虽然是我的弱势，说不定就是我的优势。对，危机就是转机的概念。对，而且我不是新人，我是已经做过5届的议员，对，至少在5届的这个历练中，也有实质的成绩让他们看到，对，所以他们愿意给我机会。他们真的愿意给我，所以我才有动力想说，那为什么不再拼呢？因为我要出来，在这一次选的时候，其实我也私下去问了蛮多人的，去听他们的意见，
问他们说我这样子出来还有没有机会？他们叫我说不要气馁，再出来，因为毕竟有很多，包括有一些里长，乡亲，因有互我服务的。曾经有一个我南区的最好的里长，伊家己嘛，伫伊的好朋友的一个小茶会中，特别甲我讲，伊有足侪服务案件，拢是我家己斗完成的。伊讲伊嘛足感谢我，我听了也很感动。对，哎呀。虽然他现在没有做，但是伊就感觉讲，我真的是有在做事的人。所以伊嘛甲伊好朋友讲，这个庄议也没个出来，我们一定要再给他机会。这是他们讲的。对。他因啊讲一句比我讲10句更加好。对。对吧？对。所以我觉得，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不再放手一搏？哎呀，至少我要再把我们蔡家的这个光荣的历史再找回来。再找回来。对啊，其实大家想看卖，会当连任5届呢，表示讲你的服务一定是有受到肯定，不是变那个连任嘛吼。但是这就挑战第6次的时候，等于变成讲卡在迄个就是议长贿选什么的疑案，结果被冤枉的，这不够啦吼。所以都要变成讲用黑函，然后才落选。所以其实你要连任到5次一定是要有自己选民给你肯定，因为这不是和你合算的。对，表示人家肯定你，所以你这次还是决定说好，我无党就出来参选，对不对？对。所以这改呢，咱讲民进党现在有提名，就是吕维印嘛、周丽金、李启维这3位是现任，然后再加上一位新人林依婷，然后在国民党方面呢，提名3位都现任啦，林美燕、蔡淑慧、卢坤福，然后安定力量好像李伯利也要出来选嘛，所以你按怎看待这几个对手？都有实力，尤其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现有的这些议员。那3位之前那个票数很高，冲很高，是前3名，对不对？然后满几票，都很高。那我们民进党这个部分，坦白讲比较年轻，有一些里长或选民，应该嘛讲部分的经验较不足，在选民的服务这个区块，因感觉较无像之前我们老一辈的总是经验丰富嘛，对，有一些处理方式我们怎样有美感，没安哪去处理，他们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弱。对，就相较国民党那3位，就是其实就很有经验，然后服务也都很，其实都很道地所以票数他开和你管。对。民进党这改提名今几位新人，然后3位议员其实都很年轻，也算新人。对。所以也感觉讲因可能经验方面跟我服务方面就比较没有像国民党那3位那么的踏实。对，所以有些选民也在讲说，其实民进党这一次的现任的比较弱。真的比较弱，就反而感觉上比较弱。对，真的比较弱，所以有机会叫我再重新出发，再重新出发。所以这改立有机会，因为你嘛是靠着自己，就是很认真的经营基展。所以其实这几档来，你嘛是都一直有在经营，我没登过对不？其实没有服务处还是有一些服务案件，大家跟我长期的互动，可能对我的肯定跟认同啦。所以伊嘛是搁回来找我，我有当时嘛心理上，觉得对他们很对不起。我讲我现在又不是现任的民意代表，我惊我家己服务上，伊讲他们会认为说，反正他们把事情交代我，他们就会很放心。我就有法度去想办法去甲因解决因家的代志。所以伊嘛是搁回笼回来找我。对啊，因为毕竟你嘛是有20几档的这经验，安那处理代志，应该这每家拢抓做好的。其实这嘛爱感谢阮公公，我8年在服务处的历练。因为毕竟伫迄个所在也是一个学习啦。不，你如果没有在那个地方的学习的话，其实你要马上上手，你可能嘛不知道你服务案件咩呢？因为有爸爸那个当初的人脉基础，所以有一寡代志遇到了时，一张我拢会去找古早阮爸爸的朋友。以前在公部门的这些好朋友，我会去询问说，那我这件事情要去怎么去做处理或解决，他们会给我旁敲侧击，会怎么去指引我去怎么做。所以他们是我的导师。所以其实很感谢汪公公留下这么一个无形的资产。对，所以他是我们蔡家的，让恭喜我们蔡家的明灯，跟那个骄傲。
对啊，我们以做他的后代为荣啊，为荣啊，真的是为荣。到现在我在出去拜访的时候，我后来做这些朋友。还是很怀念他，对啊，真的还是非常怀念他。对对，一个人要这样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耶。对，他也是台南啊，台湾民主的一个光荣啊。是，真的是。好，那就是你接下来就是要领金哦，应该是讲进前都有领金啊，不过决心嘛，要来选南区、安平区的市议员。啊，进前顶一道你选的时阵，迄阵动算时是只有南区嘛，没有安平区这个部分。没有，也有安平区。就安平区是上一届2018。对。好，那就是对于这2区啊，对，讲你今年要来选金两区的话，啊，你对这2区的它的一些建设跟伊的发展有什么看法不？安平区坦白讲，它的人口其实也有一点下滑。虽然它有一个老街的观光景点，对，假日的时候人潮也是很多，但是因为它是狭长型的，对于地方的住民，其实因为生活水平没有让他们提高很多。对，真的是没有提高很多，所以其实也要怎么去创造地方居民的那个经济发展。那我们南区南区听说弱势家庭好像越来越多。听说弱势的家庭越来越多。是。所以而且他们的平均所得，在原台南市的6个区6区里面也是上低。所以我希望市府要去重视这个问题，让他如何把他们的水平拉高，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安全健康，更让他们知道怎样才是所谓的有幸福感嘛，有幸福感就是我的经济条件要好嘛，我身体健康，对然后我整个生活的品质能提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好，那你该竞选嘛？你刚有怕出什么样的选举的主轴？有，我这一次有一些那个我竞选的那个政见我大概拟了6个。好，第一个就是我要争取那个安平区跟南区的那个立体停车塔。因为现在我们台南已经是算是一个小吃的天堂。对啊，假日几乎那个顾客蜂拥而来，拢塞车。对，它那足严重的，所以讲这个停车场的设置，我感觉政府应该爱去找一寡民间的土地，有些是闲置在那边，怎么用诱因去鼓励他们，就像日本的停车塔一样，它的地方不用很大。但是就是设置那你政府就是怎么有一个诱因让他们愿意去做配合，在市区里面较侪停车塔，车若堵入去，整个都是电脑化的，我今嘛是在讲，我们每一次上市区真的是停车位一位难求，对，真的是一位难求这个部分是我未来。我如果当选的话，我要去做争取，要去做争取，因为这样对于交通观光都会有帮助。对。那第二个是推动我们黄金海岸成为国际级的滨海游憩区。我想这已经老调重弹了，讲了好多次。对啊，但是可是黄金海岸大家都觉得说，它其实有这个国际的规格，但是为什么就是都一直发展不起来，对不？最主要是我们那个船屋，船屋一直经营没有很良善，最主要也是没有大型的活动在那边带动，因为我们没有像恒春那个有春娜，对啊，其实那个我们黄金海岸应该也有一个大型的活动，恒春叫春娜，我们叫东韩嘛，下韩嘛，下韩嘛，我们叫下韩。你一个观光景点一定要有活动来带动，对不对？对，所以希望未来的事也要重视黄金海岸的发展，因为之前那边那个沙滩搁浅的非常严重，现在也复滩都复得非常好，整个海滩现在一望无际，很漂亮，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未来当议员以后
也要去争取的政见之一。要努力争取。对对对。对，然后这一块也是很多台南市民希望的啊。对呀、对呀、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第三个是办理都更，设置我们南科跟陆科那个卫星科技的聚落，因为其实南区在昆喜湾那个区块大部分都是农地，那我们如果有办法的话，应该透过公部门怎样去争取，在我们现有的这些农地上去做一个科技的聚落，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未来要努力的方向。是。第四个是我们要广设公立的托儿长照机构、公有社会住宅，还有如何减轻民众生育养育的这个经济的压力。这个跟民众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今天早上，我一个好朋友，他伊做阿公啊，结果后生甲新妇拢爱食头路，伊嘛无法度甲顾孙。伊听到讲咱台南市有公托，结果我去询问了，台南市现在有设立14个点的，对，一个不是，就是不是那个托儿是托婴，是公托婴哦。结果我去问，也是一位难求，对啊，几乎都额满了，很难进去的，很难进去。对，听说连那个什么候补的也都排满了。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政府鼓励我们那个青年结婚的话，你至少在这个配套，你们要积极的去做。人家不然你讲句歹听，现在有的年轻人也就业也不好找。然后薪资又不高，对啊，所以伊那敢讲要去生囝，唔敢生足济，对啊，拢唔敢生啊，伊家己都饲袂饱，伊那敢讲要结婚，甚至嘛唔敢讲要结婚。所以现在有些有结婚的年轻人，宁愿养狗养猫，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对，就比养小孩还好养。对，所以这个配套就是政府要去正视嘛，这个部分。那第5个就是推动我们南山公墓迁葬的比例。还有维护我们的环境美化，跟我们的历史古迹，包括我们祖先的基业，如何让它共存共荣？对，因为南山公墓，其实在南区，它也是一个很久的历史了。对，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南山公墓其实阻碍南区发展很严重，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一些文史工作者，他们是觉得南山公墓也有一些那个历史的古迹，但是我们予以尊重。所以我刚才有讲嘛，应该共存共荣。共存共荣。那政府它其实它对南山公墓的整治，它未来只是一个地表的整治，它还是会保持那些原貌，只是让它可以改头换面，也让南区的居民感受到说还是有改变、有进步。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但是市府已经也是着手，也已跟我们文史工作者大家已经在协议了，也要求那个文资馆，在这一方面如何去做配合，把既有的历史古迹把它保留下来，那其余的部分的话去做一个适当的开发，跟发展，这是第5个。这是未来我的政见。第6个的话，我是希望能督促我们市府设立一个青年事务局，然后成一个专责的机构，来重视及解决青年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台南市政府现在已经有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但是它是附设在我们研考会下面。我觉得这样子的态度，让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政府在重视我们青年的问题，应该把它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局。因为我们现在的青年不婚不娶，甚至有的是北漂，然后就业啊、买房等等，对，尤其是房价，房价真的更是让他们望而却步，甚至有些对未来没有什么期待，就成为那个躺平族。这对一个国家是非常的隐忧。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这一方面
应该要设立一个专责的单位，然后真正去了解我们青年的问题在哪边。其实我们现在生意越来越降低，这不是我们城市的问题，这已经变成一个国安的问题了。国安的问题，国安的问题，对啊，人口越来越少了。对啊，所以这不只是我们地方政府重视，其实中央更应该更加的重视，怎么有诱因来帮忙这些年轻人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养儿育女这个工作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这6点就是未来我的政见的主轴。对希望有机会让选民再一次肯定我。让我能在这6个政见上好好做一个表现。这是我的政见发表。对，所以20几档来，其实你服务这大大小小的服务案件，然后民众各种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都有帮他们解决。然后刚讲到这6大点，就是比较大方向的，希望能够推动整个台南市愈进步啦。是。对，好，那就是因为今仔日咱会当了解讲你其实伫民进党这地你是受到委屈啦但是呢，即马的决定讲要出来参选啦那现在就是其实这几年又遇到这个疫情啦COVID-19 疫情的影响其实这看恁后壁的选举你感觉讲会有什么影响吗？其实当然中断了4年对我总是不利嘛。对，较不利资源减少了甚至在服务的城市上，当然也显得，当然相对也比较薄弱。但是好在我有一些好同事，还有在公部门的一些好长官，愿意在合情合理的主题下，还愿意帮我解决问题，我很感激他们。对，所以你也当延续你的服务，对，到3天。对，所以我相信。我虽然4年没有当议员了，但是服务一样不打烊，还是继续延续下去。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能当民意代表是一种功德，是一种福气。其实我也在民意代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今天如果没有当民意代表，我也不可能去跟他们。去结缘就像我今天没有当民意代表，我也不可能来我们电视台来受到你们的访问，所以惜福啦，真的我最主要跟选民强调是，我真的是一个肯做、愿意做事情的民意代表，我不会哗众取宠，只要选民再给我机会，我想我还是会努力去做去扮演我这个最主要的角色。谢谢。对，所以你即马就是做明确的甲咱所有的府城乡亲尤其是南区、安平区咱的这市民朋友来讲你就是要搁出来选啦，请大家给你支持。对，让选民再一次给我机会，至少在当选20几年这一段期间，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对，无靠可能连5届，还好啦，也是幸运啦，真的是幸运。对，我想服务的工作本来就是要有耐心，然后也要让选民让他们觉得说，他们有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同理心去感受。尤其当我们服务成功的时候，他们来谢谢我们的那种成就感，有时候不是用金钱去买得到的。对，所以继续努力，重点还是要选民肯支持我，对，很认同我，肯定我，我想我就有机会。也不要因为我是无党的，因为我觉得无党有时候也有无党的优势。对，现在很多人是选人不选党。对，我就是冲着这样子的一个口号。很多人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会问我说：“你是哪一党？”我说：“我目前是无党。”他说：“好，我们要选愿意做事情的人，也不一定要是政党的。”对啊，不一定要算进动了哈。对了，有时候政党也有政党的包袱。我们就目前就甩脱政党的包袱，做一股清流。为人民做事情才是最重要。
对，按各位今天来访谈的来吼，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很想要发扬这民进党他最开始的这样创始的精神，所以未来你讲可能个选择个等于，还是就算了，就后面都当无党了好了。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如果未来有机会当选的话，如果执政党有一些合理的政策，我觉得我也会去配合。只要是合理的政策。对。那如果是对人民不好的话，我也会考虑。我还是会考虑。我们还是以人民的福祉为第一优先的。对。对啊，长期这样子的政党恶斗，其实我们看了也很厌倦。真的很厌倦。人民还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能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做事，不要每一次在那边人讲伫迄搭遐斗嘴，伫遐斗啦吼，伫迄搭遐为了进动，伫遐咧，他们其实他们也会心寒呐，真的会心寒呐，能住在这个地方，能有这块土地，这不容易耶。你看到乌克兰的战争。你在想到说，我们在这边真的很幸福，对呀，也很幸运，真的要珍惜。对，所以虽然讲吼，就民进党执政嘛，吼，有伊的资源啊，但是相对的，你也认为讲可能他的政策是对的，虽然你是无党，你还是会挺他，但是如果是不对的，你无党刚好没有包袱，你就可以去改革它，对不对？对，所以这当无党也不错。对，当无党也有无党的挥洒空间。对，他比较不会被政党绑架。对，比较不。所以你周边很多朋友都支持你出来选，家人当然也是很支持嘛。还是家人会不会看到说民进党对你安尼无情，你敢跟你讲无故意卖算，有这样子的声音过吗？有挣扎过吗？没有，是骗人的。其实他们也觉得民进党对我非常残忍。对啊，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也都是付出，这样子，当然家人，但是后来看到我这么执着跟坚定，对，最后因嘛是爱陪我走下去。对，我说我连家人都不支持的，我怎么走，一直往下走的力量都没有了。但是因真的是不舍啦，真的是不舍。我最难过的是因为议长的案，连累到整个家族。这是我对他们相当对不起的事情。对，好在是最后司法这样子，还你们清白了。对，但是有些人还不相信。对，还不相信。就是事情爆发的时候爆得很大，然后还清白的时候其实只有小小的报道。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节目当中把它讲清楚啦。对了，这是清白的司法判的哦。还愿意赔偿，17、8万。对，到整个金额，我们不是在乎那些钱，还有赔哦，对，赔的钱我先生说就全部捐给弱势，就是那个冤狱的赔偿，对，全部都捐给弱势人嘛，对嘛，全部都捐给弱势，只是为了要求那个公道啦，不是要那个钱。对，真的是要那个公道。对，但是有些人还是信者恒信，不信者他还是觉得不是我们说的这样，因为那有一些是意识的票。他就没办法去理解这样子。对，不过现在就是其实网络啊、媒体啊都很发达，大家可以查，得让查出公真的是还清白，对不对？冤狱部分也赔偿了，收一起清清白白的那个事情，你们根本就是很冤枉了哈。对啊，所以说大家怎样要熬？那现在庄议员呢，他也要再次的用无党出来参选了。那底下这波的最熬哈，我们就庄议员什么话跟我们乡亲说的来，敢讲？我要感谢乡亲，在我20几年的过程中，给我很大的力量跟鼓励。虽然在第6届的参选，失败了，也因为议长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司法真的是还我们清白了。我希望选民要有智慧，要去能判断，司法不是蔡家开的。今天他能还我清白，绝对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去参与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一次的参选，虽然对我来讲也是很艰难的一场苦战，
但是我有信心，至少我现在走出去，很多人一直跟我讲说，真的对我太冤枉了，已经是没有像4年前，那是一阵的挞伐声，出去那个，那个是真的走得很心酸，真的是心里面在流眼泪，大家都没看到。我现在不是，我现在走出去可以，抬头挺胸，然后大步的走出去。所以选民这一次，希望你们一定要再给我有机会为大家做事情。也希望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如果有一些好朋友的话，希望透过你们的宣传，让我在这一次的选举中没有带更多的阻碍。那至于党的事情，我想就暂且搁一边，先把这一次的选战打胜以后，让我真正的来为选民做事情。我觉得那才是真正对选民的一个交代，然后为我们地方的建设争取更大的资源来带动我们地方的发展。其实我们有一个主委他也很肯定我，他自己也曾经说，在他的任内，其实我也帮忙他很多，但是我也不便去说谁了。至少我在做事情，他有看到，这也让我们很欣慰。所以给我机会，我想我不会让大家失望。谢谢。谢谢庄议员好，传承的民进党的政治民主协会蔡介雄这样延续下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理念，很棒的一个服务将近20几档嘛连25届议员，结果呢因为一张乌龙的这个议长这个跑票案嘛不过今嘛呢司法真正行人清白啦，但是今嘛就卡咧讲无法度登去，好不要紧，咱就用无党来参选，但是呢坚持服务坚持呢要互咱台南市发展的心呢，同款是甲永暂相共，所以这就是咱今日的访问的这位人物庄玉珠议员，大家若是支持伊呢，就该加油，该鼓励。好，咱再次感谢庄玉珠议员，谢谢你，谢谢。好，咱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的，咱再会。谢谢，谢谢。